今次我哋就喺瑪嘉烈醫院為先人進行一個中式嘅道教醫院出殯。首先我哋就約定時間到達殮房等候，然後就會辦理認領遺體嘅手續，跟住師傅就會為先人結體、着衫、化妝，而陪葬物品、衣物亦都可以同時間俾埋我哋工作人員。而棺木上面亦都訂製咗金色嘅名牌，同時亦都需要梳理好先人嘅壽衣，陣間方便幫先人着上。而香燭、祭品等等亦都要準備好晒。家人亦都可以帶啲先人生前嘅喜愛食品飲品放喺靈前孝敬先人。主人家亦都訂咗一個好新鮮嘅靚花束，同埋接咗好多金銀衣紙帶過嚟，就可以放晒入去訂咗嘅1套6件裝紙紮衣箱夾萬入邊。仲有2個工人一間靈屋燒俾先人，而傳統嘅麻衣孝服亦都會為家人着上。除咗子孫嘅紅白被之外，我哋亦多送一張經文被等先人消災解難。一切準備好晒，就由道長帶領儀式開始啦。誦經、開路、買水、瞻仰遺容、運財、蓋棺，所有儀式，跟住就會出發去到火化場進行火化禮啦。而今次我哋去嘅係和合石火葬場，去到由同事先行登記，就知道去邊一個禮堂啦。先人靈柩亦都移到去升降台，都係由道長帶領誦經，再奠個茶酒上香俾先人，再為先人進行入爐禮。脫孝之前，師傅會換上紅色道袍，代表喪禮期間嘅衰氣、霉氣全部都清晒。跟住工作人員就會幫手為家人脫上身上嘅孝服、麻衣、頭花、黑紗、腰帶，全部脫晒去。去到化寶嘅環節啦，就會攞晒啲紙紮品去到化寶爐化寶，記得嗌先人收齊啲嘢啊！隨住火光紅紅，整個醫院出殯喪禮亦都去到尾聲。我哋都準備咗火盆俾大家攬過去，再用碌柚葉水潔淨一下就可以啦。跟住上返專車離開火葬場，整個喪禮亦都圓滿結束。如果大家對人生畢業禮有任何問題，歡迎揾我哋美善生命。